歡迎收睇至風暴消息。高空反氣旋正覆蓋中國東南部，該區普遍晴朗。下午4點，颱風博羅伊襲擊峴港之西北偏北約15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約20公里，移向並橫過越南北部。打去大船路徑圖，博羅伊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130公里。現時溫29.4度，相對濕度77%。預測大致多雲，今晚及明早局部地區有驟雨，最低氣溫約27度，日間部分時間陽光及炎熱，最高氣溫約32度，吹和緩東至東南風，初時高地風勢間中清勁。展望隨後2-3日大致天晴及酷熱。高空反氣旋會喺未來數日覆蓋廣東，各區普遍晴朗，天好熱，而高溫觸發嘅驟雨亦會影響內陸地區。隨住高空反氣旋喺週末期間減弱，廣東沿岸驟雨增多。此外，預料一個低壓區會喺本週中期於菲律賓以東海域逐漸發展，隨後移向呂蘇一帶，並有較大機會進入南海，但其路徑及強度存在變數。而熱帶旋博羅伊會喺明日橫過越南北部，移入中南半島內陸並逐漸消散。今節嘅風暴消息報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